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！今日大家共下来研究回顾复习普通第64篇，一个四则白沙的不情不义的故事。课文一字一语，慢慢的用客家实验腔对照录音，提供本各位乡亲大家共下来研究客家白话文。非常感谢大家的热烈支持，以一个共同来研究客家白话文。白话文就係讓人講，就係讓人寫，大家都會記得不同族群、不同地方、不同國家有不同的語言，以及不同的語言同文字的寫法。希望各位鄉親大家，客家族群有族群的特色嘅素材啊，所以希望大家共同來研究客家白話文嚇。一個課文本文，一字一語對照錄音，本各位鄉親大家來研究安尼嚇。本文在一日細雨毛尾落無天的林暗，路邊呢白巷掛滿一盞路燈，在這個白巷先後來嘅三隻公嘅白沙嘅，點點嘅樹後在天橋嘅，也就係國內埔嘅人鄉親講嘅嘅鴨蓋嘅。嘅腳下，但冇呢總過來說，趁兩個機會作來說，兩三隻白沙嘅等呢改叫，茫茫嘅冇等到班長，身後幾隻白沙嘅白沙高嘅，冇條冇地看到。人人來一隻體態又高又長的白沙小子，就將兩隻腳挺起來撲腳，表示歡迎。忙地後腳冇企穩，就對白巷撞下來，失身跌落菜地內行，只有米跌斷在地內行，跳來跳去。天一隻白沙嘅，看到頭先白巷嘅白沙高嘅跌落在地內行，只有米跌斷跌落在地內行，跳來又跳去。呢隻白沙嘅，不管佢是看到嘅。不管是生是死啊，啥一時高興起來，心中冥想安靜的白沙小子，追求為對手有社會一隻，天一隻白沙高嘅，聽啊見春遊，輕聽，同時兩腳壓起來。壓起來，撲腳，忙地前腳冇來穩，對白巷撞下來，失身又係跌落在地內行，又係只有米跌斷在地內行，跳來又跳去，發來又發去。頭前兩隻跌落地嘅情形，日本第三隻白沙高嘅看到嘅以後，不但不提高警覺，反過來也係非常高興嘅，在個緊咬腳趾，緊酸，心底裡在個緊想，兩下。愛是好彩嘅，頭下連跌兩隻，
掠下爱爱追求白沙小子耶，也是常常传统爱业杂嘅，系一对一，也可以讲得系爱业杂白沙话嘅专利啦，机会全包，按啦安尼讲啊，所以呢个白沙话、白沙歌话，相对来点也是高兴多。自站原来唔hết，所以要將兩隻口腳聽起來，撲腳含好，是嘅腳都唔前撲個，撲生嘅，要係對白蛋糕跌落下來，要係切面啊在天內行，只有結團呢，白沙米在天內上發來又發去，跳來又跳去，最後在呢個路頂嘅白行白蛋糕，常常傳到一隻白沙小子，嘅時節伊也天啊，門呢也係悄悄嘅。比來又比去，嘅時節頭下嘅三隻白沙歌嘅都係網絡彩天呢行，唔知係生係死，伊都冇時間去想，心度裏常常在嘅明講，掠下按太快也白蛋糕，將有愛一張白沙話，所有中國中入來嘅門呢，隻隻都係愛嘅份，並冇其他嘅來搶食，所以伊也係歡喜到要死，上到自站唔係，原來唔係，要將兩隻前腳壓起來。當前腳一壓起來，愛撲腳嘅時節，同樣嘅撲生嘅，又係對白蛋糕跌落往下來，奇怪讓我安中，答對就係前拿出第一隻白沙話嘅神行，安尼。前後後，四隻白沙話，一隻又過一隻跌落中下來，失神混合面在天內行，頭到最先跌落下來嘅幾隻白沙歌話，本最後跌落下來嘅白沙小子一唱就分享過來，呢隻白沙歌話也係當有良心，看到呢種情況，就把過去將其他一隻來搖比分享，同時喊一點大家緊爬上白行，咁麼嗰啲啊？太咩講起來，隻都會被咬死。當呢四隻白沙話白上嘅白以後，由最先跌落下來嘅白沙歌話，就要大家開一個檢討會，檢討議論講啊，我哋白沙話。都係有祖傳行白嘅功夫，係專門行白路嘅哩。可能大家插車都會對白蛋糕跌落下來喏，後背係三隻白沙話，聽到呢句話以後，明到。當時看到他人家跌落在地上嘅歡樂
高兴还唔前听说，所以一旦三者都系用脚言论在，唔敢讲出声来，最后本体到体一集跌落下来嘅几集白沙果嘅，睇上一喝，将睇淡要老实地讲出来，让你讲咯，体集亦都要低头先讲，先低头讲啊！我系为了迎接白沙小子来封神，来碰头，来杀皮，来扑脚跌落弯下来嘅。啊，天一章咯，天一章就天内当叫真讲，我系实在唔敢讲，唔敢讲。喺讲之前，先爱先同大家来会实力。就系当初主席跌落下去嘅时间，米跌团冇要紧咯，我过多嘅往事，当时有安详嘅白沙小子在后背，唔是讲唔能大家也系抵得。嗰时节，我心底里一时欢喜，就硬是双脚、双前脚一扑，阿能屈嚟往下来嘅。第三集白沙嘅要接人要讲哦，我嘅情况同第二集完全是一样相同。唔过当时我看到头前两集弯啊、死硬硬的，是心底里也欢喜实在，系唔伫安样办来讲，所以我就将后背两只脚压起来扑脚，乃伫前脚无企稳，稍我头左大下，中下来，好彩平常有练功夫。唔过掠下含头引热，头引脑转，系想问大家，系咪踢球转啊？踢脚啊？第四集白沙小子有讲，这五等头多所讲所谈，第一集跌下弯下来嘅，含有情有可原谅，像第二集同第三集完全都系建设了石油啊！系哦，我这个思量机嘅魔术，我系看到安多姆呢比类时，一时高兴跳起来欢呼台湾自由万岁，啊呢高兴啊跌落下来嘅。最后由第一集做主席嘅白沙嘅做结论讲啊，做白沙嘅就爱做好土地同情义，乃可以为了实同实，就做出不同情又不公义嘅道理咯。唔能看那是诶。掠下沙沙都系台面嘅白沙嘅，实在建设喎。从此以后，大家爱有想到自家好友咩，爱分享他人家嘅慈悲嘅慈心，以及自家唔爱嘅，也唔好令人去诉苦。爱有悲心，大家千万要记得，记在心底里，唔是写会议记录，根本嘅开会就结束，散会以后，各啥自家去落实，阿妹爱前事莫修，洗着白沙为米。
让为团啊，团枪枪莫迷弄。好，故事就讲到呀。本文嘅学语实验注解，希望各位乡亲在审读本文之前，睇下这个一字一语对照以后，再来看实验强嘅注解。一个共有38嘅，一到看了以后呢，再来看本文。相信各位乡亲嘅客家白话文一字一语对照会更详细，所以讲客家话会非常的流利。人家所讲的本土的语言也听得熟，同时一个白话语文，他都所讲，这同国家族群地方的不同，有不同的语言同语言同文字的写法，经常各位乡亲大家有所了解一点安尼哈。所以带下个图呢，你看白沙的这个无条无理看到人人一只体态又高又强的白沙的，就像前两只脚挺起来朴树来分扬，嘿，也就会胖头。天意嘅呢，伊就讲啊，哈哈哈哈哈！各位乡亲，一个太欢喜嘅时节，一个叹词同国语嘅无相同啊！哈，一个叹号啊，表达在最后摆。天意就白沙歌嘅唱啊见春游，追求嘅对手有少嘅一只，嘿，有人讲当好安尼话无？好，看第三名。头前两只跌落地的情形，第三只白沙歌嘅看到嘅以后，不但不提高警觉，又系扑前脚挖嚟弯下来嘅，米团跌落地，冇米嘅。我再看第四只，第四图，第四只白沙手指看到很多冇呢比过来，龟山白用讲龟山白，又像七家人沙，一时高兴跳起来，那个欢呼台湾自由民主万岁安尼话，安尼扑脚跌落弯下来嘅，第五个呢？嘅天就弯下来嘅，而且对吐痰讲哦，阿妹哎，前世无修，四只白沙位嘅米，让会跌落弯落做穷下咯，四只都弯落穷下，第六个呢就讲哦，第一只白沙个嘅就要开嘅一个检讨会，伊讲啊，行白路原来系。白沙位大家嘅本行，可能大家插车到嘅对白当个弯下来咯，你系咁有很有面来见台中下安尼话，一个就体质弯下来嘅，所以一个1、2、3、4也四只白沙位弯下来各有原因，但是我哋要提高警觉。做人做事不可不情不义，安尼啊！哈，再讲到一个大下嘅糊涂灵吟诗嘅愿望，希望各位乡亲大家客家本土嘅语文嘅灵吟，哪系冇提倡啊？传统嘅语言同文字一定会受落去，所以推广客家话语一个灵吟诗。一定要了解，怎有办法讲出流利顺口，听起来佢本人粵語有意思嘅客家話語。再第二個呢，一個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啊，耶穌講啊，一個讀個音係用嚟讀，第二個就讀 V 呢，就讀 V 用 R 嚟講嘅時候呢，讀個哇
啦，第三个呀、嘛、那，第六个呢，都音来做声母的时候的音啊。按照密音的时间呢，就会的音啊，嘎、巴，係加上支持是一個時間，單音的時間，秋母、月母就呢。後來啲唱他個看第二個，一個連音式嘅月母只有三音嘅，但是 A 音嘅這個部分啊，有一個闽南地區大部分都係用 A 音。高速重組性比較動用 E 音，大陸關呢用 E， 但是 E 冇三母，大下一共有7個說明嘅地方，希望各位鄉親大家認真來推廣一個客家白話語文，真有辦法使得我哋嘅客家話又講起來順口，聽起來順耳，同時白話文係唔會寫啊。但是，頭都所講，不同國家、不同族群、不同地方，有不同嘅語音同語言同文字嘅寫法。希望各位鄉親大家多多了解。以上神夢大家感謝你，再見。神夢按知識有中醫請分享，還愛拜託大家開再講客話，傳承客文化。